另外，美国对2月初4开始，已经针对中国商品加扣10%关税。中国嘛无咧落软，嘛讲对初10开始要进行反制。外界即摆就惊讲会变做全世界的贸易战。美国总统川普伊是表示，伊嘛无赶紧想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谈。美国对中国加扣10%关税了后，互中国决定为初10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行动，会对美国进口的原油、农业机械、皮卡车，甚至是煤炭、液化天然气等等，加扣10%到15%的关税。另外，佮会对电子产品、军事装备、甲太阳能板等等相关25款真碳的款的金属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措施。外界预测双方会透过电话会谈讨论一直升级的新的中美贸易战。不过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无着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。Any update on when you would speak to President Xi? No, we'll speak to hi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. I'm in no rush. 对于新的中美贸易战，美国上海居民烦恼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影响真大，时间若久会引发中小企业员工收入减少，生活条件变歹，才会连锁反映中美关系嘛继续恶化。好的，因为它也不光针对中国，它对中国以外的刚才说加拿大、墨西哥等等的，它的国际关系也会变差。所以我想最好是能够有没有办法，就是两边走一个合作共赢的路线。经济学家认为，中国反制措施真有限，会当看出中国想要甲川普做谈判，来避免全球两大经济体爆发全面的贸易战。中国嘛想要借此来拍开过去后面对中国的技术甲贸易的限制。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。